珠海市區十字門嘅 No.1 豪宅。我哋樓下咧望到係小區嘅東南亞式嘅泳池，同埋前方嘅一個海景啊。而家只係10樓，13樓以上咧就可以望到一線嘅海景。而家呢一個咧係129平方嘅大橫廳設計，豪華交標嘅啊，感受下呢一個大橫廳先。咁咧，目前佢嘅單價咧由過往嘅4萬蚊到翻而家最吸引嘅一個單位咧，只需要3萬蚊少少出頭就可以入手我哋十字門片區呢一個豪宅單位啦。啊，呢一度有住1000億嘅配套同埋最新嘅規劃，啊最好嘅發展潛力咧，橫琴嘅正對岸啦，啊每一個房間咧都睇到我哋唔同嘅景觀。再嚟感受下呢一個270度超闊玻璃面嘅一個套房主人房。落樓咧就係情侶路同埋我哋嘅會展中心喜來洲酒店、瑞吉酒店。行路3分鐘就係十字門嘅輕軌站。啊，華發商都3期 A、B 館已經全部開業啦。啊，相當完善嘅一個配套，而且而家咧最容易入手嘅單位113平方，單價僅係3萬蚊。豪華裝修，明年9月份就可以收樓入住啦。10零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去到港珠澳口岸城，通過嘉林山隧道，全程無紅綠燈，10分鐘嘅時間，舒暢到我哋嘅港珠澳口岸城。有興趣嘅朋友，評論區留言啦，或者你去睇睇。拜拜。